家好。嗱，今日啲 UFO 咧就命中啊，咁咧就同大家講下先啦。咁咧就逐場講啦吓。咁嗱，你見得到呢度咧，每日嘅情況都唔同嘅。頭場開跑2個鐘頭前就係冇大熱門，有幾隻熱門馬咧落車交卡腳，我冇提供嘅嚇，就係咁咯。有啲係大熱門嚟嘅。OK 嚇，咁第一場咧我都係睇定啲先嘅。嗱，話最靚嗰隻9號咁啊，都係跑嚟4啫，但係我冇買嘅呢場。嗱呢度佢咧就係3、5、9、10、11啦嚇。咁啊呢場唔得嘅，但係我冇叫買啊嘛呢場嚇。OK 好啦，第二場好啦，第二場嗱，第二場咧為2場燭光晚餐，我上次提供過偷雞失手，今日不斷有人買20-30萬喺佢身度，即係啱啱行緊圈嗰陣時，同埋開飛嗰陣時，呢個路贏咗馬應該射落去嘅。咁咧有個組合咧就係2拖1 3 11。咁啊，因為咧我咧就中過隻燭光晚餐啦，咁呢隻晚餐咧就唔值咁熱嘅。咁我就臨場我又揀，咁我又執過晒啦吓。咁我自己買1，咁我其實我都係1、2、3係呢場咧就跑21啊，跑21呢場，咁呢場係中嘅，不過我講我自己買啫吓。好啦，跟住咧精彩啦，第3場 UFO 君志成啊。嗱，君志成 win 咗先啦。嗱，今日見得到啦。另外咧就再有呢一個君志成除咗嗱呢一個君志成除咗之後，仲有買咗60萬位置嚇，單頭買入係 UFO 嚟嘅。君志成近期最靚今次啦嚇，咁我咧就買10號 win pay， 咁咪 win 咗啦，又係咪？好啦，落車交卡腳嘅馬咧就係大熱門神驅馬靈啦。因為我咧就唔可以賽前講嘅，因為有啲嘢唔講得噶嘛。OK， 2次冇提供佢都係有交卡腳嘅，冇影啦嚇。好啦，又有 UFO， 見到啊，2隻 UFO 喺喜盛進區嚇。好嘈啊！威星得重播啫嚇。跟住咧就係喜盛進區，見到喜盛進區嗱，寫錯字啊 UFO 啊。跟住佢咧呢一場我後尾咧，因為我出得急啊，出錯咗，後尾改翻㗎。因為12號喜盛進區喎，我出咗1、2，其實咧就係2、3、6、8、12啊。咁咧就有隻6號粉嘅，咁啊6號跑第2嘅嚇。咁呢條 Q 咧就派呢條 Q 12搭6搭12，呢條票就派480蚊嘅。因為成日急啊，我成日諗住12拖1 3 6嘅，咁後尾我順便改翻咁啦嚇。OK， 仲有啊，而家咧你哋可能有啲人咧都有知㗎啦。咁咧，如果你係用呢一個廣播啊，唔係群組係廣播，出啲 link 俾啲人咧，如果對方係 iPhone 咧，有陣時會收唔到嘅嚇。嗱，跟住呢場咧就我有啲機咧就出唔到嘅。
出唔到個 WhatsApp 嘅嚇。咁啊跟住咧嗱，又係呢場你睇小心啲啊！太陽勇士拖5拖78有 UFO，但係咧冚完過關之後咧，另外啊康樂高球啊行緊圈嗰陣時咧，有10幾萬有幾個，20萬有3次，有一注係60萬打落去，咁咧呢隻馬 win 咗啦。OK， 咁我買4號 win， 哇！佢呢隻馬抵喎，佢 pace 後尾都有16蚊喎，可能啲人全部買 win 啦嚇。好啦，跟住第七場咧就第七場嗱，第七場咧我就唔中嘅，唔係我冇買添嘅嗱，因為寫到呢度見到有4號有啲暗飛嚇，咁咧就跑嚟4隻，咁啊我贏咗，我再等一場打落去啊嘛。OK， 咁呢場冇買嘅，唔可以場場買㗎。好啦，跟住咧呢場咧，呢場又係話有啲魚有啲變數，咁啊臨場咧就冇臨場大注就冇乜大注，小注點解叫小注嘅？因為我用語音啊嘛。最平均咧就4號時時精準嗱，10幾倍㗎。呢場就係2468咩10，咁咧就呢場咧就係798蚊 Q 嘅，咁呢場我又係中嘅。好啦，尾場嗱，尾場咁嘅喎，因為尾場我贏咗啦，係咪？咪即係之前我贏咗啦。咁啊1號飲杯未開跑已經有 UFO，咁但係我咧就咁，我亦都話俾啲朋友聽咧。今日咧就已經贏超過咗我嘅目標啦。事先聲明，梗係飲杯係我好憎嘅馬嚟嘅。不過而家性格改變咗，信飛多過信自己。咁呢隻馬狀態唔差嘅因為佢輸過好勁嘅，所以我對佢有戒心。咁因為呢場我冇乜嘢玩咧，咁我買啲後 V P。咁因為點解咧？呢場我都睇唔透咯咁啊金牌活力都冇用啦好啦，嗱今日咧又係贏嘅。入會就53002997，咁如果季尾咧想學下點樣臨場賭馬咧，就跟到呢個會啦，會密碼88俾我就咁嘅啫，係咁渣噶啦我。OK 我跟下啲 UFO 中一隻，咁啊如果你買適當注碼嘅，咁啊全日都已經係肯定贏錢嘅啦，咪跟住咪賭福流錢啦，係咪？係咁多啦，拜拜。